超越一切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。 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有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有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。 远方的故乡，在远方的故乡有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有响起。 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远方的故爱上有个条马，对待那祖先。 还没出茶坊啦，就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没有注意到车子，所以妈，贵芬最近怪怪的，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就情绪失控，而且她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，叫的是郭德平的名字。 可能喺基本菜场度吓到妈，我根本不管他到底叫的是谁的名字，但是我知道贵芬可能遇到什么事情，这件事情一定跟郭德平有关。我发现今日要见面嘞，俺唔知，俺唔兄弟。妈，俺你咧？ 车停在外面。用用的嘛？妈，唔用我来。俺家个电话被害他，马上做警察载去。先生讲俺已经无事诶，妈，正经无需要从闽南特别送来。就算身体冇事哦，
你要上好演戏啊，还要补一下。啊，你这种事情哦，准人生来的，伊还唔晓得，那你要上了可能我还放心啦。刚刚顺伟有打电话请来，他说他很怕你没有办法参加他10周年庆的纪念活动。再讲啦，你还唔伫咧？医生有说过啦，他说你恢复的状况很好啊，过2日就可以出院了。2日，哎呀，早点离开不好吗？你不是一直讲说要回美国去？准人啦，唔敢要同我讲，有乜个合约的事情嘛要加减，可以加减咧，你还可以加减吗？唔去啦，你妈都要平安，你就可以放心做自家的事情啊。系啦系啦。妈，今日先走。妈，几位家人好无？喊你当饭啊！听讲哦，地平的生有无做的，不过啊又无归来，你走到哪去？系无？贵妇嘛，啊，你出茶祸之前有发生乜个事情吗？无事啦，我就出去楼，无注意看风墙地。唔过台北有见过地平无？甲喊来医院嘅路行，总人同我讲，你最近的心情无乜爱问题，佢又讲，你可能同地平有关系。我从来吼，就唔曾看过准人讲法去迄暗吼，佢当种团队嘛该用的，我改善唔用公婆呢。地平对呀，就我无错的时间，只会给了平安。贵妇，你有冇做得按用对人老公啊？妈，我哋喺度对面轉來，拜託，最要見嘅啦，最要見嘅啦，好冇？拜託，我對自家嘅感情愛有爸爸，愛有會上喺度愛嘅人點嘛？媽。这2天你就在这里休息吧，不用担心我会好的。要回记录一下。怎么样？喂，蔓延到2天吧，你真来吗？
好意思，老婆在医院，我还把你找来。没关系啊，合约书也很重要啊。这是订正过的合约，你看一下。仲伟，你有没有熟的朋友在做房屋中介的？你要卖房子啊？反正我们也不常回来，我想把台北的房子卖掉。现在签了这份合约书，就安心多了。好啊，我联络一下。你等一下，请进。刘总，这是执行长发出去的邀请函名单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们公司发出去的邀请函名单，你都不知道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所以才请秘书帮我整理一下。仲伟，是不是军舰邀请了一些不该邀请的人啊？现在几点了？还早，你可以再睡一下。不，我该回去了。他已经出院了。你睡了1天1夜，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啊？我？他妈妈也来了，我想他们现在正和乐融融的在一起吃饭吧。肚子饿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也该回去了。回去？你要回哪里去？回美浓啊。你真的会回去吗？还是你会偷偷去找他，在他的身边看着他，一直到他上飞机为止？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弃啊？但是，不管你给我答案是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这是给你的邀请函。我跟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但是这次的活动却是你催生出来的孩子，难道你不想亲自去看一看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还是不要出现比较好。你看前面。今天晚上他会在。而且他跟彭俊安今天晚上签完约之后，会搭最后一班飞机回美国。决定权在你。来里面请。总经理，
恭喜啊！哎，君安，哎，怎么样，桂芬？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哪些医药偏什么？君安，我很开心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正式成为 partner。不过，可惜的是哦，你今天晚上要离开了。不会啊，我已经回台湾好一段时间了。再不回去的话，美国那边的事就没人处理了。欢迎请进，请进。欢迎请进。君安，学姐，今天的活动办得蛮热闹的。你遵守我们的约定了吗？辞职令明天生效。你们两位，桂芬没有来吗？啊，她去洗手间了。桂芬，真的很。听爱在我惊吗？唔惊，做人拢在身边，连妈做唔惊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水伟，桂芬不见了啦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去帮你找找看。好。娟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真的把他带走了。你丁平扬州会发生什么回事？我发生某个事情我拢唔会讲，还是底下讲，做唔得，不过唔像上班一样，无讲班机发是这样。可能至于在安排的时间，做得应该。其他拢无关系啊，也去安排。只想要同强下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你有厉害。真的兄弟。黄军现等下来。伊对因个勇士，唔过接受伊的。若无想欺骗去，你无想欺骗也是假。但至少你会款钱现实啦。啊，唔过，你若过下底，做个参比较。参研究，买就做的参研究，买就像一个甜品，你一片拿一片，来令我附上餐单啊。无需要两对两的，你无讲上出这，这样还给他对不起呢。
若是讲强强的事情发生在天涯的身后，咱免朋友同讲啊，也做唔得观音后面，爱体验闺蜜两年后并无快乐，你需要个更加大的成功啊！怎么这样样？怎么那个事就比太英雄？你去搞嘞？爱弟，爱弟娘演出地位，爱弟娘习惯度，安尼就拉呀。你总得要继续过下去啊！过要比较较苦，唔通面对庞春元嘞。还是不用这件事，注意help me。但是某个事情要做没做？哎，毛都做的事情对咯。不过不管发生某个事情，难道还有不含糊啊？这样多的事情，还是做对的话。我想过年有可能出，但也爱退白，难以就这样多事。妈，出事情了啦！几分唔记体的啦？几分？几分同这人讲他，你来给俺补。杭州人讲，几分轻松还偏谁说，你做唔见的啦？你外娘啦？新希，新希。人家怎么来啊？出事情了啦，快点啦！发生嘛事情啊？上山了讲啊！哦。要不然你请行李啊？贵公，哪一啉啦？个水毛伊병茶哦，都几落咧？俺就行到对下电哦。新希，你今日上班问先几亿啊？按样做得啦。那事情按太哦，都搞到警察局去的。俺样可能哦，无丢到俺兄弟的旁边啊。哪叫变人讲伊去的啊？讲了嘛该发，俺不能是当讲伊去啊，是你唔知听嘞。没想到你同人爸做2年生意，也讲法变太长了。假设你要去捡花，你就先说一下。
晚上，英国天公以前就要到的。俊安，也许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要相信桂芬的，我看得出来，她很爱你。小梅，你太亲近那个朋友，他够够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来这里。最好事情不是我想象那个样子，要不然你就是共犯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俊安，这件事情跟君倩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回去了。等一下，你最近常跟桂芬碰面，难道你会不知道吗？你会不清楚吗？俊安，你在干什么？君倩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才吃错药呢！你低估了他，你知不知道啊你？君倩，你们怎么样？我到医院，桂芬她是被人家绑架走，最多我花钱就可以了事。怕的就是钱都摆不平的时候。会说出这种话的男人啊，才是真正无法留住女人的男人。君倩，君倩，俊安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你别问我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跳出来耶！闽南响诶，闽南响诶。贵宝，插落嚟啦，插落嚟啦，给他。可以用啥无做无几落诶？娘，我有可能，几分之个高薪，无可能安尼啊！遐伊呢，根本都无带他因几落。哎呦！对吧？对吧？有因来啦！前面啦！哎，等下。他叫啊！伊咧因几要强无？强乜解？强係想唔可以同佢面弄嘅。甲只有无鬼啊！好啊。
俊啊，拜谢啦。那个帮你。喂，妈。妈，贵芬归来，没事啊。我想，他是跟朋友出去。对，机票延期，就这1、2天的事。妈，你放心，在上飞机之前，我会叫贵芬打个电话给你。妈姐，你做妈妈，我来同阿妈讲电话。公法，你怎么公法？你对我这只会说抱歉，你到头居然是笨蛋啊！我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对我一点情谊都没有，冲我！是。结婚了这几年来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为了你的理想，为了永福系。我努力打拼我的事业，我已经尽量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留在家里来陪你。我要的只是你过得幸福快乐，可是你回过头来是怎么对我的？为的就是一个郭德平。我哋唔臭嘅，全部真係對唔起。俊啊，唔好樣，俊啊，你應該要想。小姨，你两啥哦？一天严格。几份又毋捌甲你从迄方面吵，准人讲迄朋友哦，应该迄得骗啊。问题迄几份钱已经归伊个，啊得骗5年呢。啊，算了啦，都是要我先说啦。得去。几多个？唔可以是太大个啦，唔可以几份钱啊，唔可以同时一直吵咱电几步，唔可以阿妈同阿妈几步无衰，唔可以有人送上来。几份好个，莫讲个啦。得骗啦，用恁用个啦。用用个嘛？老师啊，歹势呢，你那个米同学是不要补诶。哎呀，都是要呢。妈。哎，别个时间哦，最上是咧就唔做得出来呢。这个是啦，这个是。
天天做嘛咯，听就是啦。会出现。用眼哥，几分从生到大，从妈开始就手边都两张卡，连家门真啊，
妈迄边都2家，爱救命，无脾气，规因秘关了，一切才会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廖江友啊，你无安尼啦，迄年几分的久哦，主席全部谈倒的啦。来拜托啦，廖江友，不是好气的来呀。阿都在安养的做，装作痛爱了怎么也天数。都在安养的做，装作真不是本意身苦。你不会吵哦，我不出唔错的啦。你现在哦，还没过唔判的啦。有，我还没平用该3张好啦。我啦，刚刚用过的啦。有什么话你就快说，今晚上有约。之前，你常常说我自私、自以为是，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。那时候我一直不了解，你为什么这样评断我。后来那一天，在君恩那里，我突然明白了。我一直认为他很爱桂芬，你知道的，用你一直希望的那一种方式。然后呢？君恩说的那句话，让我想通了。我到明月，桂芬她是被人绑架走，最多我花钱就可以了事。我怕的就是连情都摆不平的时候。会说出这种话的男人，才是真正无法留住女人的男人。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也许我也会说同样的话。可是，会说出这种话的男人，才是真正无法留住女人的男人。你还记得？在君恩身上，我看到了。不过，现在才发现，好像有点太晚了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个性的人，有些话不说出来，心里过不去。我要说的，就是这些。你去忙吧。难道我根本一开始就看错人，还是我所认识的郭德平已经变了？经过骗人的生意，要瞒要瞒，年终你骗人的生意了，可是骗人的生意关人家公司啊，做嘛还改啊？你干嘛改啊？幕后一个狗，你哪想到了呀？你我看天涯。